里脊麦芽粉、羊肉香精、猪肉香精、牛肉精粉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啊，这还有去腥粉，我照一下啊。你这没打开是吧？我也寻思开个饭店。你开个饭店呢？我寻思就是开个炒菜馆嘛。啊，你拿那是去腥味的。我寻思先自己家吃试试，别给人吃坏了。你自己这哎呀，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还能吃坏？这个去腻味的。去腻味的，这个不是去腥的吗？那这个那个就是去腥味的。那你闻闻这个，这个你做哪必须得使它。我开一下子。你闻闻这个。哎呦我去！就是感觉这玩意儿有点生过头了，就冲。不是，这你要不冲吧，它就使的废了。这时省力总能做2000斤东西，这一点就没有。这个怎么做呀？就是忽悠旋，你得高开水给它冲点烂的比例，完高锅里头那又一点都不腥，完还增香，去腻味。主要是开烧烤店了。你开烧烤店这些都有。我看他们有那种泡起来一泡肉块变大了。你可别胡整，没整。因为我搁饭店干多年，人都吃早了，因为你老上你家吃去，不能整那些烂菜。啊，来啥菜呀？忘了。拿几个？这是特香料，炒菜用的。炒菜用的。你看他教给你，他想做买卖，你看他干哪行好？他都干多年了，人老师傅了这个。你要干啥呀？没用料，开炒菜或者是开个烧烤。自己有核心技术啊？没有，我就寻思看看取经去。自己有核心的东西，谁走了我能干。他那炒菜东西香啥的，跟这都有关系吗？他说能不能给你吃坏这些东西？要他说，他大家没有这还能做出来。这不是加很多啊，这也不是成天吃，要卖熟食的。啊，谁家我没准吃过呢。我家你不能吃。干熟食是不是有那种酱牛肉？正常生肉1斤出6两嘛？那有可能能出了8两，这添加剂。你要是那样不行，你得吃肉人儿。我看网上说，对，酱牛肉说1斤能出8两。你可别整搁那添加剂、水分保持剂。啊，对，叫什么复合磷酸盐呐？就这玩意儿，你可别整，我就不愿意给你用，就这。复合磷酸盐是吗？就这玩意儿。对，就这玩意儿，1斤你出8两，你看卖那么多，那我省不少。有不少，不少哥，但是你再当他们同行说，照一下。预制肉品和熟肉制品，冷冻鱼糜制品，鱼丸啊，这鱼丸还有用这个。这样一袋多少钱？